盛世咧，亦都係順利起步啦。9號嘅江門禮樂禮聯龍舟隊啦，亦都順利起步，並且係向住我哋嘅計時區出發。話得快喺450米嘅位置啦，我哋1號彎啦已經有數支嘅龍舟隊伍係進入咗嗰一個部分㗎啦。喺第一隻彎亦都係差唔多，大概係500米嘅位置啦，已經見到有龍舟啦係完成出彎，並且係有其他嘅龍舟隊伍係緊隨其後嘅。話到佢啦，去到700米嘅位置啦，我哋已經係見到1號龍舟禮樂新聯啦，已經係經過咗我哋600米嘅位置。而後面第2支同埋第3支龍舟隊伍分別係漁龍版同3龍舟隊以及通利建設，佢哋2隻龍舟嘅距離亦都係越拉越近。去到將近900米嘅位置，我哋見到1號龍舟禮樂新聯已經同後邊嘅龍舟隊伍咧已經拉開咗一段距離啦嚇，但係後邊嘅2號龍舟漁龍版同3龍舟隊咧，亦都係一同向住1000米嘅方向出發。我哋見到1號龍舟同2號、3號龍舟有段距離之外啦，2號同埋3號龍舟咧，亦都係領先咗後面嘅龍舟隊伍一個非常之遠嘅距離，約莫係有150米距離。而家我哋已經見到1號嘅禮樂新聯咧，已經係經過咗我哋1000米嘅位置，並且係進入咗我哋第2隻彎。緊追其後嘅仍然都係第2隻龍舟，我哋嘅2號龍舟漁龍版同3龍舟隊，以及係3號龍舟通利建設。兩支隊伍啦，亦都係將會進入我哋嘅第2隻彎，亦都係經過咗我哋1000米嘅距離啦。冇錯啦，咁完成咗我哋1000米嘅咧，仍然見到咧係我哋1號嘅禮樂新聯嘅，咁跑喺一個比較熟啲嘅位置啦。咁但係我哋其後咧可以見到啊，3號咧追住呢一個2號咧追得好緊嘅，我哋2號漁龍版同3龍舟隊啦完成咗第2個彎位，咁我哋3號啊通利建設啦，追住我哋2號呢一個船尾啦，都希望可以趕超佢哋，咁可見啦佢哋3號咧追上嚟嘅呢一個速度啦，同埋節奏係快咗好多嘅。咁究竟可唔可以繼續反超咗成隻船咧？咁我哋都喺接住落嚟嘅時間一齊期待。咁即將要進入到我哋第2個彎位嘅，可以見到係4號船澳門順德藤壇同鄉會，以及我哋要慢慢去拉短呢一個距離嘅係5號船嘅香港塔力龍舟隊。都進入咗呢一個第2個彎位，咁而第6號銀河之星咧，亦都見到咧係進入咗去追趕我哋前面呢2支船嘅一個範圍啦。好，我哋見到8號啊，澳娛綜合盛世啦，目前已經係超7號嘅係路環東榮單車行啊，咁係越追越緊啊！咁而9號啦，我哋江門禮樂禮聯龍舟隊啦，亦都喺度加把勁啊，去緊我哋5
短呢一個距離嘅。咁啊，大家咧都係完成呢一個第二個彎位嘅位置。咁啊，喺去到我哋中段嘅時候咧，究竟可唔可以繼續去反超我哋前面嘅隊伍咧，就可以攞到一個更加好嘅成績啊！咁啊，超越咗1000米嘅位置，見到啦，8號澳元綜合盛世已經係超越咗我哋7號嘅路環東榮單車行。不過7號、8號兩個咧就互相咬得好緊啊，7號都好希望咧繼續可以追翻前啲嘅位置。咁目前見到咧，我哋9隻嘅龍舟啦都向緊第3個彎位去到前進。2000米咧，的確唔係一個短途啊，大家咧除咗要靠呢一個爆發力啦，都真係要靠定力同埋耐力㗎。可以攞出我哋呢個談戀愛嘅呢一個秘笈係嘛？真係唔係頭段咧去熱情就算啦，大家要行得遠，要靠我哋嘅真功夫啦。咁我哋都好期待咧喺最後衝刺嘅呢一個500米嘅位置啦，可以見到大家咧更加有實力同埋更加刺激嘅呢一個畫面啦，展現我哋嘅速度與激情。話咁快啦，咁多支龍舟隊伍咧，亦都係經過咗我哋本場比賽第3段直線嘅一半啦。咁啊，已經係見到已經有一啲已經係一個狀況啦。咁希望可以每支隊伍都可以以自己最好嘅成績啦，係完成衝線㗎。而家咧喺第3隻彎嘅位置啦，亦都係見到陸陸續續有龍舟啦，係開始出彎，並且係向住我哋最後2000米嘅範圍去出發㗎啦。去到最後大概仲有300米嘅位置咧，我哋見到1號嘅禮樂新聯咧，似乎同後面嘅御龍版同心龍舟隊嘅距離開始慢慢收窄啦喎。去到比賽仲有最後剩翻100米嘅位置咧，我哋見到禮樂新聯已經係經過100米嘅範圍啦，向住最後嘅終點線出發。而緊隨其後嘅係3號嘅龍舟通利建志啊！冇錯啦，去到最後50米嘅位置，我哋見到啦1號船啊，禮樂新聯啦已經係就快嚟到終點線嘅呢一個位置。咁啊，而我哋3號通利建志咧係拉短呢一個同1號船之間嘅距離。咁我哋先要恭喜咧1號船禮樂新聯完成咗今場比賽，跟住見到嘅係3號船通利建志，哇跑出一個好好嘅成績啊，係完成咗我哋今場嘅比賽。咁而2號船啦，亦都喺最後嘅呢一個階段啦，去提速啦，係我哋嘅御龍版同心龍舟隊嘅。我都聽到大家嗌住呢個口號，係完成咗今場嘅比賽。咁啊，拉到比較遠啲嘅距離，我哋都仲有幾支船嘅，咁啊，大家一定要加把勁啦！嚟到我哋最後100米嘅位置，見到係4號澳門順德鹹同鄉會係向緊終點線啦，喺度加速前進嘅。咁而我哋嘅8號啊，好犀利啊！佢馬上咧就要超越咧緊咬其後嘅呢一個6號船，已經係超越咗佢嘅。我哋8號嘅澳元綜合盛世啦，係追緊向我哋4號船嘅呢一個船隻嘅一半嘅位置，咁啊係不停喺度提速。咁我哋5號亦都係咬住香港魄力龍舟隊，恭喜我哋4號、8號、5號、6號船嘅銀河之星啦，亦都完成咗呢一個比
比賽，話大家咧。